哇，6858票，唔錯喎投票率真係。嗱，呢首歌所得嘅票數係2087票。咦，緊張啦！我覺得有機會啦。呢隻路好，你嚟公佈啦。係啦，人人樂壇年度歌曲大獎，喜喜好。ViuTV 多謝超級，多謝 Michael 啦，多謝我嘅 DM 團隊啦，多謝 Mirror 11位兄弟啦，多謝監製 Evan Chan 同事 T-Rex 啦，亦都要多謝每一個中意 Hey OK 呢首歌嘅所有人啦，同埋神徒啦。任何嘅音樂當中，其實係冇分邊樣難啲，邊樣唔難。其實所有嘅音樂都一樣係咁艱辛嘅道路可以。所以我作為自己嘅崗位，喺每次推出條佢歌嘅時候，我都想做到最好啦，將自己最有 passion、最有期望嘅跳唱嘅道路，我想行得好啲。所以希望大家繼續中意我嘅跳唱歌啦。Thank you， 多謝。好啦，咁啊，現場投票又揀咗個啦，我哋歌手投票又揀咗個，不如又翻返去我哋超級嗰啲獎先嚟。好嘅，最後一個獎。